It's unexpected. It usually is when you're rejected. Or you take a hit. Suddenly everything's thrown in a spin. No time to grow a thicker skin. What kind of situation am I in now? When life tries to knock all the wind out of you, you got to roll, roll, roll. With the punches falling off of this black and blue, you got to roll, roll, roll. With the punches. 嗨，陈婷婷，还记得12年前吗？我高3，你高1。你说那时我瘦得像猴子，刚好那年是猴年。12年后，我们见面了，刚好也是猴年。但我不再是猴子，我变得更胖、更帅了。相遇前，你曾问上帝，你的爱情会在哪里？我也曾问过我自己，我的安心之处会在哪里？原来上帝一直在为我们铺路。你的爱情在我这，我的安心在你那。你很爱黏我，我嘴上说我不喜欢很黏我的女生，但我却一直享受你在我身边。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脸上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嗨，陈婷婷，我又出现了。我一直享受你在我的身边，甚至很不习惯没有你在的日子。在此，真的很感谢苹果的功能 FaceTime， 让我天天可以和你见面。也因此，你的陪伴，我多年的睡眠问题、救急问题转好了。因为你的自信与协助，在教师甄试2个月辛苦冲刺的历程，让我顺利取得正式教师资格。苏浩平，他可以当见证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难以置信。我只能说，真的，谢谢上帝。未来上帝又会指派我们更多要一起努力的东西，尤其是家庭。但是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先不要急，因为看完影片我就视同你同意了。等一下，手机借我，哪一次啊？代表他第一次取，勾拳。手不要抖啊，要幸福哦。哎呦，好，我喝。你脸上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陈婷婷、林振强，非常非常的爱你。